南北伫立法院联手通过反废死刑和核电三厂要继续捧的公投，将中选会以无下公投法的规定否决反废死刑公投。因那核电三厂的公投是拍算要伫咧8月23举办。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批评中选会没收人民反对废死刑的权利。因那立法院民进党团的干事长吴思瑶是反击南北提案反对废死刑是诈骗哦。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联手通过反废死核三延役公投，并公投800遍，交予中选会办理。23结果出来，中选会否决反废死公投，理由是无符合公投法规定，真歹办理。另外，核三延役公投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也是否决规定，会伫8月23办理投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立时批评中选会是民主的杀手。中选会真的是民主的杀手，民进党一希望他们的民主就是民进党做主，由民进党来决定大家人民有没有公投的权利，有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并不令人意外，再也又开始联手斗臭中选会了。只要不合你们的意，就将别人贴上政治的标签，将中选会抹成绿营的侧翼。蓝白到底要有多巨婴呢？朱立伦指控民进党连人民反废死的权利拢无，吴思瑶反击，基台湾无废死，南北的反废死公投只是一场诈骗。另外，民众党团主导提出的核三延役公投，民党县长周春美表达反对立场。基核三17加杜核，南北就真紧提案要延役20年，欠讨论爱尊重屏东人。请尊重屏东人，长期已经40年在核三的影响威胁之下，已经除役了，还要再走回头路吗？不过，唱回应尊重周春美表达意见的自由，每一个人拢有投票权，透过民主机制做出重大公共政策决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